震动，安尼伊会震动，所以咱讲，咱之前我有讲过讲，一机两端用其中，因为中搭是道，中搭是道，所以伫五常知识内底，仁义礼智信，那么呢，咱用一机两端也着两条边啊，出来是出伫中，出来是出伫着力点是在中间。所以呢，安尼徛的时阵，也就是互咱知影，咱人即个信，如果若守无条，信念、善信，即个信若是守无条的话，其他呢，事上是你若有做，迄拢是昙花一现。或许是感觉讲，信是上基本，你若守无条，其他你讲做啥物做到偌好，我感觉迄是足虚伪，是昙花一现而已，那个不能持久。所以再来讲，一机两端用其中，中就是信，所以是爱信先徛有条，信若徛无条你的义嘛是昙花一现，你的义真有可能是因为你当时的立场是安怎来做出这个义的这个象出来而已，表象出来而已。所以咱有当时啊，咱国嘛是安尼想，一机两端用其中，中就是信啊，所以就爱以信做主体，做出发点。若无你即四项，这拢总是假，所做的拢总毋是真的。所以呢，我是甲咱讲，即点钟啊，可惜歹势啊，可惜因为无准备啊，所以讲，哪早，嘛无土用通话，所以你着听到，应该是真好啊，大家已经拢做倒来，等一个有机会，咱互咱电文书甲咱或是做一个补充调纠正，谢谢。